我这是在做梦，还是现实啊？妙兰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成何体统？家业，家业身为佛门弟子，居然勾引朕的妃子。亏朕平日里对你那么好，你居然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，你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呢？宝君，宝君，宝君！怪物！快跑！放开我！快跑啊！到底想干嘛？走啊！有妖怪，快跑！快点！你干嘛呀？妙莲，朕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呢？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古怪？我们不会阴差阳错误入魔界了吧？大哥，你面对现实吧，这已经不是你的那个朝代了，现在是我的地盘。这个地方这么古怪，这么可怕，快跟朕回宫！回什么宫啊？回宫你就要处死那个妙莲啊？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你不是早就立了太子了吗？你驾崩了，太子就可以继位了。不要以为少了你，世界就不行了。你这是大逆不道！你在诅咒朕吗？你不怕朕灭你九族吗？哼，灭我九族？我还灭你九族呢！你以为这是你的皇家大院啊？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没空理你。你，妙莲，等等朕！妙莲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看，是不是家业做法把朕吸到这里的？他是想害死朕。不提家业还好，就是你害死他的，就是你害死他的！贱人，现在还护着奸夫！你居然敢咬朕！你敢掐我，就敢咬你！你什么时候变成泼妇了？就是泼妇，我就是泼妇！
大胆刁民，见着朕还不下跪！眼下也晕活了吧？朕要诛你们九族！妙莲，妙莲！妙莲！啊！对不起，让一下。对不起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。对不起，让一下。小心点。对不起，家属在外面等。你是不是病人家属？啊，不是，那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就算认识。认识？嗯，到底认不认识？认识。哦，那他叫什么名字啊？皇帝。皇帝，姓什么？姓唐吧？不对，姓李。到底姓什么？姓李。李皇帝，名字好奇怪呀。什么呀？先生，先生，贾谊，请你冷静一点。你居然还没死！你干什么呀？放手！放手！先生，你冷静点儿！先生，我叫叶家，不叫家印，我是这里的医生。目前看来，你的情绪太过激动，我会找相关的医护人员过来为你检查一下。小姐，请你先稳住病人。你居然对奸夫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眼神！你醒醒吧，他都已经说了，他不是家业。现在是21世纪，不是你那个时代，是我的时代。以后你如果再见他，朕就杀了你。盔甲呢？还不快伺候朕更衣！妙莲，朕要回宫。你回我不回？那你也得告诉朕回家的路啊！你自己不知道找啊？朕怎么找？你是天子，受知天命，有什么做不到的？求我干嘛？啊，那是什么怪物？怎么会把人吃到肚子里去了？哎，那是汽车，不稀罕吃你的。你是暴君大魔头，来到魔界怕什么呀？回去之后，朕要调动大军。你当你是军委主席啊？你这样子调动乞丐还差不多。你要去哪儿？各回各家，拜拜。
不行，你必须要跟朕在一起。别跟着我！放开！你谁啊？你们是找？这我租的房子啊。你就是这儿的租客呀？搞什么飞机？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听说你1年前失踪了，我呢是刚搬进来。不，那我东西呢？朕要杀了你！朕要灭你！对不起啊，我哥他暴脾气，拍戏的，打扰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啊。你神经病吧你？你不怕别人给你抓起来？二货！这是下人太监干的活，你让朕做。真不明显，都怪你，我什么都没了。怪我，我也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的皇宫，我的皇后，我的妃子，还有我的皇位。是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拍照啊！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回去看。妙莲，妙莲。开房。好帅啊！你是明星吗？哎，你是来演电影的吧？签个名好吗？2间房，1间，最好的。给我签个名吧。多少钱1间？480。1间，最便宜的。怎么一插它就发光？到家啦。累啊。
就慢慢研究吧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洗澡、换衣服、睡觉。我难解甲胄，如今一起寡人无所大碍，要何回答？为擒杀贼，不求婚，大秦之下，必有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里面都是假的，演戏呢。妙莲，你跟朕说说，这地方为什么那么奇怪啊？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你记住了，不是朕，是我，不是给朕讲讲，是给我讲讲，记住了吗？那，你给我讲讲，现在是什么朝代，什么皇帝，什么年号？现在啊，是1000多年以后，21世纪，也就是公元2014年。你现在脚踩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。至于皇上嘛，我们这世纪已经没有皇上了，最大的官儿就是国家主席，由选举产生，一般连任5年到10年，不像你们那个朝代，什么老爸传给儿子，儿子传给孙子，完全不一样。现在是太平盛世，国泰民安，你可以大胆放心地走在马路上，不用担心别人去杀你。讲的太多你也听不懂，睡吧。干嘛呀，小公公又发情了？朕从来不强迫女人。以前你是妙莲，妙莲喜欢朕，朕喜欢妙莲，所以才会那样。你现在是冯峰，我们就是陌生人。朕是95之尊，有的是女人，谁稀罕你？哎呦呦，
九五之尊，哼！我跟你说，你以前也就是皇上那么多女人才会喜欢你，因为你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能带给他们荣华富贵。你现在呢？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就不信了，有几个女人会喜欢你？哼！睡觉。妙莲啊，不，峰峰，朕困了，我困了，我要睡觉。啊！你怎么耍无赖啊？你起开，这是我的床，起开！起开！妙莲，不是，峰峰，你真的不管我了吗？我来到你的老家，好歹也算你的客人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？睡地上。随便看看啊。老板，这2件多少钱啊？43块钱。便宜点吧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可怜可怜我吧，这个价钱我是赔上血本了。行，我买了。哎，给，哎，好嘞。皇上，去把衣服换了去。朕是要微服私访吗？威你妹呀！让你换你就换，快！此衣如此不雅，朕如何换得？你没看到大家都是这样穿的吗？换不换？不换我可走了。哎，朕换。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妈妈说。哇！你这人模狗样的，倒有几分姿色嘛？哎，你干嘛呀？淫荡！穿个短袖就叫淫荡啊？那你们那个时代那么多的妓女，男的都那么多老婆，那不是更淫荡？瞪什么瞪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把这衣服脱下来，穿回你的盔甲，热死你！老板，哎，有没有剪刀？有。录完之后还给我啊。谢谢啊。没事儿。啊，坐这儿。坐下呀。干嘛？让你坐你就坐呀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居然敢剪朕的头发！我们这儿啊，没有男的留长发。虎落平阳，被母犬欺。你骂谁是母狗呢？走。哎呀！
看见了吗？那个是红灯，现在不能过去，你得在这儿等着，啊！行了，变绿色了，走吧。怎么御膳就2个菜呀？今天呢，我请你吃一顿大餐，也算我对你仁至义尽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许再跟着我了。这菜怎么黑了吧唧的？味道不错啊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吃吧。不吃是吧？不吃算了，在这儿还装什么皇帝大爷？好好吃啊！别吃啊！好吃吧？哎呀，拜托你别再跟着我了，我又没有监护责任，也没有抚养义务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朕就要跟着你。你说的朕听不懂，朕只知道是你把朕带到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的，你得负责到底。在古代的时候你就纠缠我，到了现代你还死皮赖脸的跟着我。本公司长期招聘男公关，日薪1000元以上。哇哦！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。你为何笑得如此奸诈？你知道你长得很美吗？啊，走，跟姐回家，姐给你好好捯饬捯饬。这是什么打扮？这叫时尚。一会儿你做50个俯卧撑，充分体现你肌肉的线条，保证 OK，perfect，完美。有何事，非要夜里去？哎，这个你就别问了，记住你的代号，叫李皇帝。李皇帝？这算什么名字？朕叫李欢。姐姐一会儿就带你去寻欢作乐去，起驾。好好玩啊，刘姐。
你说这千年不遇的学霸，人长得这么帅，他让不让人活了呀？就是啊，心理学什么的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就是想见他，那这么帅呀！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看哪个的？您的酒。来干，什么意思？啊！运什么气呀？好了，亲爱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！再次感谢我们的帅哥美女光临我们的江南秀音乐会所，衷心的希望我们全场的朋友喝得开心，喝得愉快，祝愿你们拥有一个开心而浪漫的夜晚。感谢朋友。我们只做事，饮酒吗？第一次吧，来这儿都是赚钱求包养的。此乃何字？这个是数字，你那个是17号，我这个是16号。来，感谢来自我们5号桌的张姐，还有好漂亮的美女啊！为我们的11号的少爷5000年的花篮之石，感谢我们的张姐。还有谢谢，还有没有？OK， 还有老顾客了啊！感谢我们的红姐，为我们的12号的少爷6000元的花篮之石。谢谢红姐，感谢。还有唐姐，感谢。接下来还有没有？来，继续，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好，3号，感谢。让我们的5号少爷，5号到你了，走啊！好嘞。7号，赶紧叫你。站住！接下来是来6号。一会儿等陈姐来了，你们都给我好好招待招待啊，多哄她开开心，可少不了你们好处。放心吧，刘姐。哎呦，陈姐呀，刘姐，是吧？哎呀，陈姐，您瞧瞧，可想死了，都盼着您来呢。来，坐。来，都坐。谢谢。哎呦，好爽啊！小姐姐呀，陈姐，小调皮，老规矩，见面礼1人1万。谢谢陈姐，陈姐最好了，还是那么乖。陈姐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做大生意，好养死你们啊！哎，陈姐又是大方，哎，拿着，陈姐啊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拿着。哎，客气什么？谢谢陈姐。好，玩去吧。好，陈姐再见。好，玩去吧。去吧。哎呦，这帮小弟弟啊，就盼着您来。最近挺好的，有新来的吗？哎呦，陈姐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就正好有个新来的。
哎，兄弟，在哪儿呢？哎，那儿。哦，今儿刚来。这是陈姐的见面礼。我不要。 17号，怎么样？满意吧？他就是新来的吗？是啊，今天刚来的，17号。那可是上等货，一看就是新来的。叫他过来，刘姐。哎呦，陈姐，谢了啊。来，好好伺候着，慢慢玩啊，玩得尽兴啊。你身上有一种气质，和他们都不一样。有何不同？说什么来着？就是没见过你这种类型的。这小刘可以呀，这店里边居然有你这样的人物，真可谓是镇店之宝了。姐姐今儿高兴，陪姐姐聊一会儿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是30万。我不收，我不是。你是嫌这30万少？啊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这是50万。我真的并非他们那个样子，我真的不会收。你是厨？这的弟弟们都争着抢着陪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快点拿着呀，姐，好好开导开导你。我不要，真不要。你瞧，你多幸运啊，赚着大笔的钱，还享受美人，他们呀都羡慕你的命运呢。来，来呀！我要，别走！芳芳，你居然把朕卖到青楼！哼，朕要杀了你！芳芳，你好狠心，你巴不得摆脱朕，对不对？天地之间，朕究竟应该去哪里？李欢，李欢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喝了。怎么了？我要回去。走。李欢，我要回去。哎，小心！你慢点儿。
小凤，你先去开门吧。妙芝，来，妙芝，快来救朕！快来救朕！妙芝，来救朕！来救朕！妙芝，快来救朕！小凤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救朕！我表哥。他发烧了，这样，你现在赶紧去找件衣服，给他把这件湿衣服换下来，然后你去找一条干毛巾，我给他擦一擦。嗯。啊。哎，家里有感冒药吗？没有。这样，你去把这个毛巾给湿一下，然后给它放在头上。朕要回宫，朕要回宫。嘉业，你这淫僧！来了。朕要杀了你！给我。哦，给他把被子盖上吧。小凤，他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了，让他盖着被子睡一觉，出点汗就会好了。谢谢。这样，我先走了。我送送你。小凤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哥为什么老称自己是朕呢？叶佳，我能给你讲一个故事吗？有一个女孩，自己出门去旅游，在到达莲花山大天坑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突然有一股龙卷风把她卷入其中，通过时光隧道，就回到了古代的皇宫中，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皇上的妃子。但是女孩并不开心，因为皇上的几个妃子百般的陷害她。后来女孩得了一种怪病，皇上就将她送到了皇家的家庙去养病。在家庙中，女孩就遇到了一个和尚。那个和尚长得和你一样。在和尚的精心照顾下，女孩的病渐渐就康复了，并且也深深地爱上了和尚。于是这个女孩就给他做了一顿肉素斋，害和尚破了戒。尝尝我做的素斋。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女孩和和尚终于发生了肌肤之亲。后来女孩告诉和尚，自己是从现代穿越到了古代，她很想回家。和尚曾在一本经书上看过有关多维宇宙的记载，他为了能让女孩回到现代，独自一个人去寻找通往现代的通道。芳芳，你在哪儿呢？朕要找你算账！你竟敢把朕卖到妓院！芳芳，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就在女孩与和尚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皇上带着御林军也赶到了。
贱女人！你竟然把我卖到了妓院！你是为了跟他私会吗？你还是想跟他走？李欢，你冷静一点！让开！你冷静一下！松开！叶家，你快走！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叶家，你快走！你快走！松开！李欢，别走！你疯了吧你！你有什么火？你冲我来！你现在赚钱了，自立了，我们互不相欠了。你是不是看到那个银僧就看我不顺眼？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女人，我就偏不让那个银僧得逞。朕从小被立为太子，10岁登基，95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，你竟敢打朕！你居然为了那个奸夫，在朕生病的时候打朕！那我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生病的时候，病得快要死的时候，你不但不照顾我，你还在大张旗鼓地娶别的女人，把我打入冷宫，我差点被冻死、饿死。你有关心过我吗？我不小心偷看到你跟别的女人苟且，你就当众打我。我顶撞皇后，你还是打我。你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打我，你这叫关心我吗？什么叫水性杨花？什么叫奸夫？什么叫贱人？哼！要不是家业治好了我的病，我死的时候，说不定你在跟哪个女人缠缠圈圈呢。我喜欢家业，我就是喜欢家业，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你，就好像你根本也没有喜欢过我一样。冯昭仪只不过是你几千个老婆中的一个，你喜欢陈皇后、八美人，所有的嫔妃。你要是真正的喜欢冯昭仪，你怎么会同时喜欢上那么多的女人？你没资格跟我讲喜欢与不喜欢，那不叫喜欢，那叫滥情，不，叫滥性。冯昭仪只不过就是你的泄欲工具而已。我告诉你，在皇宫里你蹂躏的那个身体，不是冯峰的，是冯昭仪的。我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不可理喻！你放手的决定如此干脆，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回。惨白的月光下尽是狼狈，青石被晚风打碎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皇上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
这哪里是人住的地儿，简直就是狗窝。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，打扫出来就好了。你扫地，我擦。朕乃九五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，我才不干呢！这么脏的房间，我一个人怎么打扫啊？这是奴婢干的活。狗皇帝！那旁边，没看见吗？桌子，那儿还有一个。哎，眼睛不好使吗？真笨。以后没本事就别逞强。你有本事你干啊！我是一国之君，我能干这活吗？李欢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房子是我租的，钱是我花的。你要是想住在这儿，要么扫地，要么滚。干活啊！那，扫。对，就这么扫，就这么扫。那儿有个粉色塑料袋，那儿没看见吗？那。擦！居然偷吃我零食，好不好吃啊？我的零食好吃，还是你皇宫的美食好吃啊？味道特别怪，不知道吃进肚子里安不安全。你把我零食全都打开了，那我吃什么呀？我饿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喝甜甜的豆浆，香脆的油条。油条乃何物？自己出去问，快！哦。1、2、3。
此乃油条。是啊，要几个？我要4个。好，那给你钱。哎，好。OK， 好，下一场，安妮，该你上场了。你们2个，跟你们讲啊，这场戏呢有一个接吻的镜头，你们2个接吻的时间呢要长一点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各部门准备了。拍了啊！各部门准备，做好准备啊！哎，导演，那我们就实拍了啊！好，实拍啊！来，好，准备，现场保持安静，准备啊！保持安静啊！准备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什么戏啊？哪那么多废话？看就是。开始。皇上，安妃啊，好久不见了，让朕好好看看。哎呦，爱妃啊，多日不见，你怎么瘦了？狗皇帝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是迷路了吧？让朕抱抱。妙芝，住手！妙芝，妙芝，你谁啊？神经病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，妙芝？你疯了！导演，是朕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是谁呀？你是朕的皇后，妙芝。赶紧把他拉走！拉走，拉走！妙芝，走，干嘛的？捣什么乱呢？走！赶紧走！赶紧走！大胆狗奴才，别乱来啊！想造反了，把朕诛你们9族了！有病！赶紧给他弄走！赶紧把他拉走！把我们到地放下。李欢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拉走啊！你再敢阻止朕，朕第一个灭了他！李欢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有犯病，给我走！冯冯，你看这是谁？这又是谁呀？这个？他是女朋友是吗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带走啊！妙芝，这么胖啊这个？干嘛？什么话？干什么？啊！放手！放手！哎，有病！又来一个疯子！朕不是好人。妙芝，走啊！妙芝，安妮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没事就好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继续啊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各部门做好准备啊！刚才到哪儿了？来，跟着，拉下。你干嘛跑啊？给你豆浆油条。我才不吃呢，都凉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想让人家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啊？精神病院是何地？就和你的皇宫一样，一个正常人去了，都会变疯了、傻了、二逼了。小公狗，可算见到你日思夜想的皇后了，开心死了吧？可是他根本就不认识朕，她是朕的陈皇后吗？瞧你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哼，跟段正淳一个德行。段正淳，何许人也？
就是宋朝云南大理国的王爷，他有很多个女人，一段时间就换一个，对每个女人都是真心真意，对她们殷勤备至，情真意切。他总有办法让女人觉得自己才是他的最爱，他的唯一。但实际上呢，他有很多的最爱和唯一。像不像你啊？这就对了，男人就应该3妻4妾。色狼。何为色狼？色狼就是你这样的，见到女人就想叉叉圈圈。我可不同，我从来不强迫任何女人，包括你。啊呸！千年的色狼，你在这装什么3贞9烈？纯洁的小处男啊！你在皇宫的时候不就喜欢跟不同的嫔妃叉叉圈圈吗？还装无辜，你当自己是纯洁的小百合啊？世上怎会有你这等女子？我就这样，有本事别跟着我！哇！他们让他们看见，管他们。哎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别看了！哎呀，你躲开！我们走吧。干嘛呀？人家亲热人家的，我做我的。人家亲热都不怕被人看呢，我怕什么呀？你还是不是女人呢？不知羞耻！谁不知道羞耻了？谁在古代的时候有3宫6院的泄欲工具？到了现代，跑夜总会也算是3宫6院被人泄欲。哎，李欢，你牌子是几号啊？那些富姐青睐你不？你还是女人吗？有没有人翻你牌子？啊，我是穷人，我都不知道那些富婆是怎么玩乐的。可恶的女人！不会吧？根本就没有人翻你牌子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呀，看看你这副德行，自己什么鸟样你自己不知道啊！唉，一旦没了皇帝的身份，谁还能喜欢你啊？谁说的？有2个女人翻我的牌呢。行啊，哥们儿，有前途啊！哎，你跟我说一说，他们都是怎么跟你玩的？等我有钱了，我也去耍一把。你胡说什么？一个女人怎么能这样？去消费，找死啊你啊！现在都什么混乱的时代，女人天天想着嫖男人，你，朕诛你9族！哼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你这个千年僵尸，可惜呀，你那个荒淫的暴君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哼！干嘛？笑得那么淫荡？你吃醋了？我吃醋？我呸！你当你是谁啊？别以为谁都稀罕你，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我是你丈夫，天经地义的丈夫，嫁过聘的。滚！有多远滚多远！我告诉你啊，冯昭仪才是你的小妾呢，我不是。你这副臭德行，让我想起了鸡爪子。你想吃鸡爪子？我去给你买。还不快去！去啊！好香味的！怎么才回来？我都已经做了500个仰卧起坐了。快吃吧。你有吃？哦。真贪吃。你不贪吃，你还吃？啊！又想你的陈皇后呢？她不认识我了。李欢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是跟你吵架，总是气你恨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你的冯昭仪，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人。
其实你心里都知道，就是不愿意承认，对不对？1年以前，我独自去旅游，去了莲花山大天坑那个地方。突然，来了一团黑漆漆的乌云，一阵龙卷风卷过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我就被卷到龙卷风里了，然后就听到了水声，感觉快要窒息了一样。爱妃，爱妃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就发现自己在水里，被人救了起来，然后就听到周围不断的有人在叫我“冯昭仪，冯昭仪”。原来朕的冯昭仪真的已经死了，你只是附到了冯昭仪的身上。所以你知道，我根本就没有骗你，我在皇宫里说的那些话也都不是疯话。我知道，你爱的冯昭仪死了。你今天见到的那个演员，你认为她是陈皇后，其实她只是跟皇后长得很像的一个现代人而已，就好像我跟冯妙莲长得一样，是一回事。可是我有的时候又不恨你，因为你稀里糊涂的来到我的时代，我深切的知道那种滋味。芳芳，我是不是已经回不去了？我该怎么办？从头开始。从头开始？对，你是皇上，从来到这个世界起，你就经历了刀林剑雨，人类所有的阶级斗争和爱恨情仇你都经历了，还有什么能打败你呢？现代的社会对你来说太简单不过了，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，一定可以活得很好很好的。我们随便逛逛吧。次品，这些都是次品。这个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走吧。啊，干嘛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喜欢这个？小姐，您的眼光真好，这是本期的新款。你好，多少钱28000元。还有卖花的呢。你看，那个叫蓝色妖姬，好看吗？这花多少钱1088元。那边那个也挺好看的，走。芳芳，虽然这些东西我现在买不起，但是将来我会把你今天看到的东西全部买下来。不，比你看到的那些还要好。那么贵，买它干嘛？吃不能吃，穿不能穿，
又不是暴发户，啊，哪像你以前啊，好奢侈哥。朕的龙袍前后有4对五爪龙组成，每条龙上面都会缝着细细的东海珍珠。那得多少颗珍珠啊？1万颗，冬季的则是10万颗。哇！龙袍的面料呢是丝绸菊，耗时2年，极品绡丝，用的是金线3两，价值2万两白银。2万两，换成人民币得多少钱啊？我要是有一件龙袍，那就发大财了。龙袍没有，有盔甲呀。盔甲，用不上吧？我们这时代穿不上了。啊，腿好酸啊！我们在这坐一会儿吧。啊，峰峰，马上就到家了，要不我们去那边坐车回去吧？坐车不花钱啊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啊，我背你。皇上背我，我可承受不起啊！快点。那谢谢皇上啦。啊！皇帝背了我，我好荣幸啊！李欢，你来这么久了，你喜不喜欢这里啊？鬼才喜欢这个地方。你是不是很想回去啊？我失踪了这么久，太子估计也继位了。我回去之后，必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如果你永远都回不去了，你最想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呀？成为世界第1富豪。峰峰，你呢？我想挣500万，然后买一套大房子，就不用经常搬家了。还要一个很大很明亮的书房，大大的书桌，大大的书柜，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。你就这点志向，没出息。我还想找一次牛郎。嘿，你还敢说？还说？嫁。